世界上08加速最快嘅燃油車究竟係邊幾台呢？下邊我按照唔同車型嚟劃分講解。最快嘅跑車唔係牛，亦都唔係馬，而係道奇挑戰者嘅 SRT Demon 惡魔，天生就係為咗04加速嘅比賽。希微嘅6.2升引擎搭配高達2.7升嘅雙螺旋式機械增壓，仲有極致嘅減輕，車重要比隔籬隻貓仲要輕出105公斤。08加速只需要2.3秒，彈射起步可以成個頭趌起身啊！離地距離高達0.89米，仲入選咗吉尼斯紀錄添。最快嘅休閒旅遊車，佢就係 Lamborghini 推出嘅第一台 SUV Urus。所謂大眾就一家親 ，Urus 使用咗奧迪 Q7 同保時捷卡宴一樣嘅平台，搭載4.0升雙渦輪 V8 引擎，650匹馬力，成為 Lamborghini 中第一台使用渦輪增壓嘅車。雖然車重高達2.2噸，但係08加速只需要3秒，如此嘅實力被定義為超跑 SUV。講到皮卡最強，就肯定係美國本土車企 Ram 1500 TRX， 引擎搭載6.2升機械增壓，702匹，880牛米扭矩，原廠就自帶彈射起步嘅功能，重量超過3噸嘅中型皮卡08加速就只需要3.7秒，榮獲最強同最豪油嘅皮卡稱號。雖然而家新能源跑車好多都可以去到2秒左右，馬力同扭矩都遙遙領先，但係燃油車帶嚟嘅駕駛樂趣係電車無法媲美嘅。